灰甲啫嘛，好簡單，唔使睇醫生噶，去買支醋浸腳，再唔係去藥房買支成藥，殺咗菌，洗多啲腳咁就得噶啦。呢位朋友唔好再聽人講啦，搞得唔好啊，有機會成塊甲甩出嚟噶。好多唔同嘅坊間都話咧用醋有機會咧殺菌，就令到咧個灰甲好咗。咁但係要留意喎，其實咧暫時嚟講咧就唔係好充足嘅醫學實證咧證實呢個樣嘢好有效。咁當然啦，有唔同嘅坊間嘅學説都有機會有幫助。咁但係以醋為例就要小心啲啦，因為醋咧應該咧需要可能浸一個長時間，日日浸先有機會可能改善真菌。咁而浸嘅途中嘅時候咧，其實有機會好多唔同嘅皮膚問題產生嘅。譬如可能佢本身有個損口嘅時候咧，有機會浸醋嘅時候刺激皮膚，不單止個菌未死，就反而咧令到皮膚有腳板底濕疹，繼而咧有發炎啦或者濕疹嘅情況出現，咁可以咧令到個真菌情況更加差嘅。好多坊間咧有唔同嘅灰指甲藥水，咁好多咧都的而且確有效嘅，咁亦都有啲的而且確冇乜效喎。咁所以如果你用坊間嘅灰指甲藥水係絕對冇問題，咁就係睇翻佢有冇任何嘅科研實證，同埋知道佢配方究竟係咩類型嘅成藥呢？定係一啲草本呢？定係點樣呢？要睇一睇翻。咁同埋咧一定要小心嘅。咁如果用嘅時候咧，如果一般雖然灰指甲咧用一啲出邊嘅成藥係可能慢啲，咁但係用咗幾個月，不單止冇好，仲越嚟差嘅話咧，就應該盡快求醫。因為好多時候咧，最初嘅灰指甲咧可能用藥水已經足夠噶啦，但係如果用到個灰指甲甚至變形嘅話咧，可能需要食口服藥，再嚴重啲咧係需要拔甲嘅。嗱，好多人諗住咧，如果有灰指甲咧，剪得快啲、剪得密啲咧，將啲真菌剪走咗或者吞一吞出嚟咧，其實冇乜用嘅，因為其實佢依然積聚喺度，所以就算你點剪咧，其實對嗰個咧，即係個樣子上咧，就好似個灰甲好咗，但係其實對灰甲嘅進展啦，同埋灰甲嘅康復咧，係絕對冇幫助嘅。嗱，好多人咧諗住用消毒藥水咧去洗下個甲或者清下個甲咧，就有機會咧令到咧醫個灰指甲。但係要留意喎，好多嘢嘅時候咧，只係可能控制個周圍個環境，但係對殺個真菌咧冇乜大幫助。咁你真係要對付真菌嘅問題咧，一般我哋都建議用翻真菌嘅藥水或者藥膏，甚至食口服藥嘅。嗱，冬天嘅時候咧，天氣咧就比較凍啲啦，濕度比較低啲啦，其實一般咧都係少啲，即係個灰指甲會差啲嘅。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喎，其實而家咧地球暖化咗啦，而家冬天咧亦都唔係好凍，亦都未必係好乾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灰指甲呢個問題咧，夏天當然會差啲，冬天咧亦都不能夠忽視嘅。好多人咧就將灰甲同香港腳拉埋一齊，咁其實兩個真係有關係嘅。一般嚟講咧，如果有灰指甲嘅人咧，其實好多時候咧，因為佢都有真菌咧，其實腳都係一般咧都有香港腳㗎啦。咁但係有香港腳嘅人咧，就未必一定有灰指甲，因為一般嚟講咧都係有腳板底有癬，即係呢個通常都係媽咪先。跟住咧，如果處理得唔好咧，佢再傳到指甲咧，先有灰指甲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一見到一個病人咧有灰指甲嘅時候咧，我一般都會睇下，咦，究竟佢有冇香港腳咧？如果有咧，就要徹底醫埋香港腳，因為佢香港腳如果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令到個灰指甲再次翻發嘅。嗱，其實氣温個濕度同温度咧的而且確會有影響嘅。咁譬如可能濕啲嘅環境啦，同埋炎熱啲環境咧，真菌係適合滋生多啲嘅。咁有機會咯，個病情惡化啲。不過要留意喎，唔係代表咧去得個冬天啊、好凍啊、落雪地方咧就唔會有香港腳，亦都唔會有灰指甲。咁所以咧，絕對咧去得一啲凍嘅地方咧，或者係乾嘅地方，千祈唔好忽視，或者千祈唔好輕敵。嗱，其實而家坊間咧好多咧，隨住呢個新冠肺炎個事件過一段落咧，大家都就係好緊張呢個家中嘅呢個嘅衞生情況嘅。咁噴呢啲嘢的而且確咧有機會咧減低有唔同嘅菌類嘅問題。咁但係要睇翻你噴嗰隻對真菌有冇效，因為佢可能殺到一啲
病毒啦，殺到啲細菌就未必殺到真菌，咁所以要多加留意，同埋要留意翻咧，原來咧普通人用呢啲係絕對冇問題，但係如果你本身你係個腳咧，或者你本身個人係屬於一啲皮膚敏感嘅病症啦，或者有濕疹嘅病人咧，有機會係噴得呢啲多咧，接觸咗個皮膚咧，不單止未必殺到個真菌，反而有機會咧增加濕疹復發嘅機會嘅。其實咧就灰指甲咧，其實可以生手或者生腳都得。咁一般嚟講，點解喺腳嗰邊多咧？因為咧，大家可能會著鞋嘅時候咧，通常咧裏邊咧腳部咧都會容易多汗啦，容易多香港腳問題出現啦。因為基本上咧係香港腳都會多過有香港手嘅機會。咁所以咧咁好彩咧，香港腳就會演變成呢個灰指甲啦。所以一般嚟講咧，灰指甲喺隻腳嘅情況係會多啲嘅。嗱，如果真係咁好彩咧，你將任何嘅真菌可能喺手嗰度捽下隻眼咧，其實有機會將啲真菌傳過去嘅。不過咧，好多時候都唔會有啲咩感染或者啲咩病徵，因為咧其實咧，如果嗰個器官或者嗰個皮膚咧唔適合個真菌繁殖咧，其實基本上未必演變成癬。咁所以咧都要係佢嗰個地方可能真係好濕、好潮濕啦，或者好熱啦，個環境啲陰濕位啦，再加埋咧可能個含菌量偏高咧，先有機會演變成病徵或者真係有真正嘅真菌感染嘅。嗱，真菌咧就會令到有灰指甲，佢同其他細菌咧都幾大分別嘅。細菌咧就係唔同嗰啲可能金黃葡萄球菌啊，呢啲類型咧係食抗生素已經有功效啦。真菌咧其實最主要嚟講係要食一啲真菌藥，咁而真菌亦都係同環境咧嗰個有影響嘅。譬如佢本身嚟講喺個潮濕炎熱嘅環境咧，其實一般嚟講咧呢啲真菌咧會生長得個速度會再快啲嘅。嗱，如果咁好彩嘅灰甲，好多人都話唔使理佢啦，又唔會有生命危險，咁我最多着住啲襪頭鞋又睇唔到咯，當冇事啦。咁其實咧又真係唔會太大身體健康嘅影響，但係反而咧有機會咧指甲徹底變形，指甲徹底變形咧就成個指甲咧變到好厚啦，好睇落去咧唔美觀啦，嚴重嘅話咧有機會成個指甲甩出嚟嘅。生活無限係一個健康同醫療嘅資訊頻道，分享唔同嘅心理健康同營養運動嘅秘訣，亦都會邀請唔同嘅專科醫生講解醫學知識。記得 follow、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有啲咩想知嘅健康主題，不妨留言俾我哋啊！